馬太福音第2章，希律作王嘅時，耶穌出世在猶太嘅伯利恆上，有幾個神商家對東方來到耶路撒冷，佢哋問講：嘅出世做猶太人嘅王嘅在哪位？我哋在東方看到佢嘅神呢，急迫來拜佢。希律王聽到呢個話，心肝清楚急，全耶路撒冷上嘅人也係窮樣。希律就收拾所有嘅祭司長、老民間嘅建學教師來，問佢哋講：基督在乜嘅所在出世？佢哋應講：在猶太嘅伯利恆，因為先知有按樣寫定講，猶太地區嘅伯利恆上啊，而在猶太呢條山中並唔係最細嘅，因為有一個梁柱為對你嘅位出來，佢愛牧養愛嘅子民以色列。所以希律暗中收見了幾個對東方來嘅神商家，對佢哋查問幾粒神呢出現嘅確實日期，然後佢吩咐佢哋去伯利恆講：你哋去詳細請嘅聖人呢，請到以後就來報報我哋，咁樣我要好去拜佢。聽了王嘅話，佢哋就離開。這時佢哋在東方看到嘅幾粒神呢又出現，在佢哋嘅頭前行，一直到聖人呢迄個所在，就在等個停下來。佢哋看到幾粒神呢，歡喜到講唔得。佢哋一批屋度看到聖人呢老家妹瑪利亞，就撲落去拜聖人呢，然後打開寶盒，拿出黃金、嫩香、沒藥做禮物來獻本佢。在夢中，上帝指示佢哋莫轉去見希律，佢哋就對另外一條路轉去佢哋嘅家鄉。佢哋離開以後，這個天使在約瑟嘅夢中顯現講：後以來，帶定聖人嘅老家妹逃難去埃及，喺在嘅位，直到我在指示你，因為希律愛搜查倆聖人呢來殺害佢。所以約瑟就後以來，偷也帶定聖人嘅老家妹逃走去埃及，喺在嘅位，直到希律死脫。這個是應驗主通過先知所講嘅話。我喊我嘅來兒對埃及出來。希律發現自家受神商家嘅作弄非常強，就照佢對神商家所探到嘅粒神呢出現嘅時期，派人將伯利恆老婦群提起2歲兒女嘅細佬全部刺脱。這個是應驗先知耶利米所講嘅。在喇嘛有聽到一個聲，係每天每地嘅大叫聲，係雷傑為佢嘅子女大叫，唔肯接受安慰，因為佢哋全部冇得起來。希律死後，在埃及，這個天使在約瑟嘅夢中顯現講：後以來，帶定聖人嘅老家妹轉去以色列，因為佢哋想要殺害了聖人嘅已經死脫嚟。約瑟就出發，帶定聖人嘅老家妹轉去以色列。約瑟因為聽講亞基老寄生加把希律做猶太王，就唔敢去嘅位。後來主又在約瑟嘅夢中指示佢就上到加利利城去。喺在按到拿撒勒嘅上度，這就應驗先知所講嘅話。佢愛親做拿撒勒人。